着數佬啊！13至15號喺青茂口岸6樓有一個蒲點快閃活動喎，現場仲有嘢送，仲有抽獎玩添啊！我哋而家去睇睇。上到嚟6樓咧，記得嚟到呢個地點嗰度咧排隊喎，攞15蚊嘅現金券。排完隊嘅話過嚟咧，記得先抽獎啊！攞15蚊現金券可以買到啲咩？我哋去睇睇。10蚊嘅黑芝麻丸，10蚊嘅杏仁丸，洗潔精配任一樣，20蚊。現場咧仲有好多一啲葡國特色嘅產品，葡國特色嘅非洲雞醬。我過嚟咧就係為咗買葡撻杯，認住呢個，佢呢個葡撻杯咧好鬼死得意嘅，買2個。買完嘢記得攞翻呢張小票咧嚟呢度抽獎喎，有機會抽中呢個咧全場通用嘅20蚊券啦。攞住20蚊券，梗係嚟到來來超市掃貨啦！20蚊全部買晒媽咪麵，送俾我啲粉絲。邊個想食媽咪麵？留言111。嚟到呢度影相打卡，仲有一個代幣俾你夾公仔啊！經過749次之後，他說：算啦，唔打卡啦。青茂6樓呢度呢，佢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喎，所以大家記住過嚟行下。如果想知道澳門更多活動，記得關注咩東東暢遊澳門，更輕鬆食媽咪麵啦！